晚上突然地震，尼莫室有一颗脑了，大上有一片的屋顶。怎么办？我的房子要没了，我的房子只能变成一座泥堡。谁说没的？我教你怎么梳理，让你的房子变成好好的。你一天到晚都只想休息，不会给我帮忙。你别睡觉了，这样我还怎么样让你帮忙？